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即阵看会到的古早的建筑物有袂少是红砖仔起的。英国的总督府，即卖总统府，西门町的红楼，即款伫日本时代政府出钱起的建筑物，真侪有用到红砖仔。迄当阵是安怎有即种红砖仔起的建筑？台湾什么时阵厝改做用砖仔来起？今日来讲砖仔的源头，甲台湾联遐制作使用的经过。台湾有袂少叫做红楼的所在，上出名的就是伫西门町的红楼，因过是一个菜市啊，后来变做古迹，阁有观光推广，所以真侪人知影这间。是安怎号做红楼？就是伊规栋用红色的砖仔起来，红色的大楼叫做红楼的建筑，毋若是干那一间，也有袂少间是起伫学校内底。像台北的建国中学内底都有一间红楼，往南去台南大学内底嘛有一间，也阁有高雄中学嘛有一栋，其实也阁有阁较侪，若去找。用红砖仔起的，规栋拢是红色，也是红色、白色透蓝做伙，这款建筑嘛毋是遮尔普遍，也无就袂特别甲因号做红楼。只是红色的砖仔这款物件是真古早就有啊。若去看荷兰人起的热兰遮城，就已经有红砖仔。毋过迄当阵荷兰人用的遮个砖仔是为倒位来的，都有真侪讲法。因为伫遐找到的砖仔，甲中国运来的红砖仔的寸尺佫无相共，所以有人讲是荷兰人为印尼带来的。毋过砖仔是遮尔重。若讲迄当阵，一只船啊，敢若会当载2只牛，安尼是爱偌济船，才有法度甲所有的砖仔拢载过来。听起来是真无可能。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讲因用的砖仔头起先拢为中国来的，是讲若安尼寸尺太会无共款。有历史学家讲，荷兰人因为为中国买来无够通用，就伫附近起砖仔窑烧砖仔。只不过是因起好的药拢无继续来使用，时间一久就找无位置啊。迄当阵荷兰人规定讲，若要去掠乌鱼的船啊，就要先纳税。内底就有一项写讲，这个税金会当是纳500地的砖啊，也是200地的虾片。所以照理来讲，这时就已经有砖啊，只不过是这款烧砖仔的功夫无留落来。也若继续为中国买入来是真贵，所以一般的徛家是罕得看用红砖仔起。换地成功来的时阵，有一个讲法，就是陈永华因兜本地就是咧烧遐的，所以陈永华来台湾的时阵，开始伫六甲遐教人烧遐，互六甲变做是下药的故乡。伫这个节目69集，我捌讲过六甲的下药。嘛有访问过厝内做遐的老大人，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听。厝坎红遐是台湾景致的一个真大的特色，真侪外国来的人拢捌学到过。毋过今日要讲的主角是红砖仔，真侪册会甲砖仔甲遐拢做伙讲。一个原因是伊制作的方式真相共，而且拢是建筑材料。因过遐砖仔、灰仔拢是放落窑内底烧，所以无分甲遐尼幼。伫日本时代初期，所有的统计嘛拢甲这算做伫同一个产业内底。咱若讲烧砖仔甲烧遐的材料甲过程拢相共，也是差不多。同一个窑，这两款嘛拢会当烧。安尼是安怎伫大清时代台湾烧遐的比烧砖仔的佫较济？是安怎会安尼？一个讲法是讲砖仔是规地较高，
以迄当阵的技术，砖仔要烧甲好，阁袂闭起，比烧遐阁较困难。另外一种讲法，较侪人接受的是讲，台湾古早也未烧砖仔烧遐的时阵，就有竹公仔厝甲土角厝，只是厝顶拢砍草啊，所以厝顶真紧会歹去，阁会漏水。真正较需要的是砍厝顶的遐。也若遮个厝的壁堵无砖仔，也是会当用竹管，也是土角、土浆来起。所以烧遐的就比烧砖仔的较济啊。迄当阵无论是砖仔也是遐，拢毋是真俗的物件。一般百姓无得较买起。后来有土角红遐厝，就是厝顶砍红遐，窗仔门也是门框用红砖仔做。只是壁堵也是用土角落起的，有的是一部分的壁堵会搭红色的壁砖，一般真正规间用红色的砖仔去起的，也是真罕得看。1882年，马偕伫淡水起的理学堂大书院，这就是其中迄当阵真少看的一间，规间用红砖仔落起的厝。日本人来了，因为足需要搁较济建材。台湾的砖仔窑也是遐窑才变济。日本人讲的炼遐、炼瓦，就是用足悬的温度、大火落去烧出来，烧真久的砖仔。日本人做砖仔的技术，嘛是19世纪的时阵，一个荷兰海军的技术人员教因的。台湾伫日本人来进前，敢若有几间在烧砖仔、烧遐的遐窑。而且这个技术拢是家族内底传承落来的，外面的人无得较学会着。伫日本时代，因为需要搁较侪砖仔，所以遮个做砖仔的工厂才变济。迄当阵会需要遮尔侪砖仔，有无共的原因。一个是要起水利工程，也是起火车路、起港口、发电厂，遮个较大的工程拢需要用着砖仔。像畅管铁路，伊主要伫墓坑也是做桥，就需要砖仔。畅管铁路自头到尾都有280几座桥，所以需要袂少砖仔。若是干那为中国也是为日本进口入来，是无够通看。也搁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、英国的红砖仔建筑伫迄当阵真实行。日本式的厝主要是用柴做的。因为建筑师去到西方、去欧洲去研究的时阵，发现讲迄当阵欧洲人真喜欢红砖仔，所以伫殖民时代，政府起的大型的建筑物，像讲台湾总督府的公卫局、台北帝国大学的病院，拢是用一款红色的砖仔起的。伫南部嘛有像台南邮便局、台湾银行伫嘉义的分店。也是伫高雄的高雄局场，嘛拢属伫红色、白色透蓝的建筑。这个原因，互台湾的砖仔的使用量增加，为着要减少为日本进口入来的运费，也搁为着毋免搁为中国买砖仔入来，就开始有日本人伫台湾设炼遐工厂，就是做砖仔的工厂，因引进伫日本做砖仔的这个技术。毋过，伫日本时代，这个砖仔窑袂少，是拢总伫日本人的手头较济。这甲日本政府迄当阵要保护这个日本企业的政策是有关系。印度有人看过，顶面有印英文字母 TR 甲印 S 的砖仔，这是真古早日本时代烧出来的砖仔。有的较明显是搭伫路面。若看涂骹，就会当看到长形的砖仔中，伊会画一个菱角形，内底写 TR。伫砖仔顶头印字是日本人的习惯。真古早因手工做的砖仔，拢会放一个印仔，表示是倒一间公司做的。后来有工厂，因就规去甲即个印仔刻伫模仔顶头，做出来若较好的砖仔，顶面拢有印公司的名。因为这间 TR 台湾炼瓦、台湾炼遐公司有无共工厂，也嘛经过无共的时代，所以因长出来印仔
那即马去看遐个砖啊，就算拢写铁啊，只是因用的模啊嘛拢无相共。但是对研究遮个古早旧的建材砖啊有兴趣的人，有一本论文足值得去看的，是中原大学文化资产所王正杰2011年写的硕士论文，日本时代台湾近代建筑材料红砖的使用研究。伊去收集各地方的古早砖啊，去甲因翕相，找出迄块砖啊是倒一个时代、倒一间公司做的，因做出来的寸尺有啥物变化，因用的模啊有啥物无共，记录甲足详细，真趣味。当然，大部分的红砖是铁啊这间台湾炼牙做的。基本上，这间是日本时代上大间的烧砖啊公司，伫全台湾各地拢有工厂，甚至头起先烧的砖啊的寸尺是无统一的。后来因为大部分拢为这间公司来的，所以标准寸尺就按照台湾炼牙伊的寸尺来定的。也阁有一个时常看会到的是印 S 的红砖。这间公司叫做三美路商会，是一个英国的生理人山门伊所创立的公司。这间公司真大间，因伫19世纪的时阵，就伫日本开店做生意啊，嘛伫迄当阵就来台湾做贸易。到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因就徙来大稻埕开一间分店。迄当阵负责三美路的台湾的。即嘛号做买办，伊的名叫做黄东模。这人伊迄时嘛看到台湾的砖仔市场，所以就找几个台湾好业人做伙投资，开一间叫做黄东模炼瓦工厂。而且伊是用三美路的名义进口英国制砖仔的机械，而且佫打算要甲遮的机械进入来了，租互别人去做，因为伊安尼。有去抢到台湾炼瓦公司的生意，总督府为着要保护日本人的公司，所以买啊，这间全就互台湾炼瓦公司买去啊。伫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的小街内底，因有讲到规个园区内底会当看到真侪红色的砖仔，而且会当找到有 TR 甲 S 的红砖仔。上尾我嘛要来讲台南麻豆总冶艺文中心的红砖仔工艺馆。若是暑假想要带囡仔出去的人，这个园区真趣味。除了有小街红砖仔制作的一间工艺馆，内面嘛有一间用红砖仔起的三级古迹，是1912年日本人起的糖厂的办公室。这园区也阁有日本式茶座的建筑，伫遐嘛会当看到糖厂的历史。园区内底也有一间颜水龙纪念馆，而且这个艺文中心离麻豆古港文化园区真近，会当顺续去看水窟头的位置。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，也是写批甲我讲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的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有 ECP 的链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